華氏451度，雷布萊伯利，徐立言譯，呢本書，心懷感激咁獻俾唐康頓導讀New Gaiman Introduction 尼爾。蓋曼有時呢，作家寫嘅係一個仲未存在嘅世界。我哋咁樣做有過百個原因，因為人總係要向前睇，唔好成日望返轉頭好啲。因為我哋一定要照亮前面條路，希望人類，或者經人類，行上呢條路，因為將來個世界好似比而家更加吸引，或者更有趣，因為我哋要警告你，鼓勵你，去檢視同埋想像。點解要寫聽日之後，同埋之後所有嘅聽日呢？有幾多人寫緊古仔，原因就有幾多個。呢本書係想提出警告，提醒我哋擁有嘅嘢有幾珍貴，而有時呢，我哋又唔識得珍惜。有3種句式可以令作家寫到仲未存在嘅世界，你可以叫佢做科幻或者預言開6個括號預言刪6個括號小說，你中意點叫都得。呢3句好簡單，如果，會點，假如，嘅話跟住咁落去，如果，會點，俾我哋有個改變嘅機會。可以抽離現實生活。如果聽日外星人嚟到地球，俾晒人類想要嘅嘢，但要付出代價，會點？假如嘅話俾我哋可以睇到聽日世界嘅繁榮同危險。假如狗識講嘢嘅話，假如我係隱形人嘅話，跟住咁落去，就係3者之中最似預言嘅句式。不過呢句嘢又唔係想喺一嚿亂七八糟嘅混沌入面預測一個明確嘅將來。跟住咁落去，呢類小說其實係攞咗今日生活嘅某一種元素，即係某件好清楚明顯嘅事，而且通常會令人好煩惱。然後問如果件事繼續發展落去，影響越嚟越大，越嚟越普遍，搞到改變埋我哋點諗嘢同點樣做嘢，到時會發生咩事？跟住咁落去，所有地方嘅通訊都會變成用短信或者電腦傳送，以後人同人之間唔經機器嘅直接對話就會變成犯法。咁樣嘅提問充滿咗警告嘅意味，等我去探究一個要處處提防嘅世界。啲人覺得，但係佢哋諗錯咗，預言小說係預測將來，其實唔係咁，或者，就算係，預測出嚟嘅結果都好可能好差。將來有無限咁多種可能，受咗各種因素，億聲嘅變數影響，而人類總係慣咗聽信預言話將來會係點，然後又做出好唔同嘅決定。預言小說最叻寫嘅唔係將來，而係而家，講緊某一個令人煩惱或者危險嘅方面，將佢延伸，推論，將呢個方面發展成一個古仔。令到當時嘅人可以從唔同角度同唔同位置去睇自己當下嘅行為，係一種警示。華氏451度就正正係一部預言小說，呢個係一個跟住咁落去嘅古仔。雷布萊伯利寫緊嘅係佢嘅而家，但係我哋嘅過去。佢提醒我哋要注意某啲嘢，有啲好明顯，而有啲過咗半個世紀之後，就冇咁易睇得出啦。聽住，如果有人話你知一個古仔講緊咩，佢可能講得啱。如果有人話你知星號所有星號古仔講緊咩，咁就一定係錯嘅。唔理係咩古仔，都包含咗好多元素，講緊古仔作者本身，講緊作者見到嘅世界，佢點樣面對同埋喺咁樣嘅世界生活，講緊作者點樣揀字，同埋呢啲字點樣發揮作用。講緊個古仔本身，同埋古仔入面發生咗咩事，講緊古仔裏面嘅人，古仔係用嚟爭論，古仔係用嚟表達意見。作者覺得一個古仔講緊咩，佢嘅意見絕對係正確，亦一定係真嘅。點講都好，寫成呢本書嘅時候，作者係喺現場㗎，佢諗出每一個字，知自己點解揀咗呢個字而唔係其他。不過，作者係屬於佢嗰個時代嘅人，就算係佢自己，亦都冇可能完全睇得出佢呢本書究竟講緊咩。1953年之後已經過咗半個世紀又多，
1953年嘅美國，廣播仲算係新穎嘅媒體，但已經開始嚴重沒落。廣播最巴閉嘅黃金時代持續咗大概30年，但而家出現咗帶領騷動嘅新媒體，電視，好快咁崛起。而廣播裏面嘅戲劇同喜劇節目，如果唔係永遠結束，就要重新設計視覺橋段，喺傻紙箱上面搬演。美國嘅新聞頻道對於未成年犯罪嘅現象提出警告，青少年危險駕駛，覺得人生就係要尋求刺激。冷戰亦都持續緊，呢場屬於俄羅斯同美國同埋兩邊盟友之間嘅戰爭，冇人掉炸彈或者開槍，因為只要一嚿炸彈就已經足夠反轉成個世界，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而且將會係永遠冇得返轉頭嘅核子戰爭。參議員舉行公聽會，抽出匿埋喺我哋身邊嘅共產黨員，採取行動要消滅漫畫書。到咗夜晚，全家人都聚喺電視機前面。195年代嘅笑話係咁講嘅，以前你只要見到間盞燈着咗，就知有人喺度，而家你要見到間盞燈熄咗，先至知有人喺度。因為電視機好細，又係黑白畫面，一定要熄咗燈先至睇得清楚。跟住咁落去，雷布萊伯利心諗，以後唔會再有人閱讀啦。於是，華視451度就咁開始咗。佢曾經寫過一篇短篇古仔《人行道》The Pedestrian， 講有個人俾警察拉咗，而佢被攔低嘅原因只係因為佢出咗去散步。呢篇古仔就融入咗佢建構嘅世界。17歲嘅克萊利斯·麥可勒蘭中意出街散步，生活喺一個冇人出街隨意行下嘅世界。如果打火員嘅工作係放火，而唔係救火，會點？布萊伯利諗緊，而家佢開始見到個古仔個樣啦。佢作咗個打火員叫蓋伊·蒙塔格，從火焰入面救咗一本書出嚟，而冇燒咗佢。假如書本可以保存落嚟，佢諗，如果毀滅咗所有實體書，仲可以點樣保存書本呢？布萊伯利寫咗篇古仔叫打火員 The Fireman， 呢個古仔要求作者寫長啲，佢創造嘅世界要求佢寫多啲。佢走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嘅鮑威爾圖書館，嗰度地下室有以中計租嘅打字機，只要掟啲硬幣入去打字機旁邊個小盒子度就得啦。雷布萊伯利將錢投入個盒度，達達聲達出佢個古仔。如果一時之間冇靈感，需要少少啟發，或者佢想伸下腳嘅時候，佢就會喺圖書館入面行嚟行去，睇下嗰度啲書。然後佢個古仔完成啦，佢打咗電話去洛杉磯消防局，問佢哋紙張嘅燃點係幾多度。華氏451度，有人咁樣答佢，佢本書個名就係咁樣嚟嘅，係真係假都唔重要啦。呢本書出版之後，好受歡迎，讀者好鍾意呢本書，而且熱烈討論緊。佢哋話，呢本小說寫緊審查制度，寫緊心智控制，寫緊人性，寫緊政府控制我哋嘅生活，寫緊書本。法蘭索瓦·楚浮 François Truffaut 將佢改編成電影，只係電影個結局好似比布萊伯利寫嘅更加黑暗。睇嚟將書嘅內容記入個腦度並唔似布萊伯利諗嘅咁安全，不過又係一條死路咁解啫。我仲係個小男孩嗰陣讀咗華氏451度，我唔了解蓋伊·蒙塔格，亦都唔明點解佢會做出佢做嘅事，但我能夠理解驅動緊佢嘅嗰股對書本嘅熱愛。書係我生命入面最重要嘅嘢，而嗰啲巨大好似牆咁嘅電視熒幕睇嚟好有未來感，令人難以置信，就好似我都理解唔到電視上面嘅人可以同我講嘢，只要有劇本就可以參與電視演出。華氏451度並唔係我最喜愛嘅書，呢本書實在太黑暗，太陰沉啦。不過後來我喺銀色蝗蟲火星記事 The Martian Chronicles 喺英國出版時嘅書名入面讀到一篇古仔叫厄瑟之2 Usher 2，我發現當中講嘅情節寫作同想像都係犯罪，
讀落去覺得好熟口面，而感到好興奮。我喺青少年時期又再讀多一次華氏451度，呢本書變成咗一本講緊獨立嘅書，寫緊關於自己思考。佢寫緊珍惜書本，同埋喺書本封面底下所隱藏嘅唔同意見，寫緊我哋作為人類點樣從燒書開始，最後都係燒人命。到我大個咗之後再讀呢本書，我發現自己又對佢讚嘆不已。當然，書入面包埋以上提到嘅嘢，但呢本亦都係一部反映時代嘅作品。書入面寫嘅四面電視牆係1955年代嘅電視，夾住交響樂團演出嘅綜藝節目，低俗嘅喜劇演員，肥皂劇。呢個世界充斥住開車開得好快嘅瘋狂青少年，周圍揾刺激，處於一場冇完冇了嘅冷戰，間中會有火光四射嘅場面。呢度嘅老婆們好似都冇工作，除咗佢哋嘅老公之外冇屬於自己嘅身份。呢度有獵犬追住啲壞人，就算只係機器獵犬，咁樣嘅世界感覺上係黐實1955年代嘅基礎而生。今日如果有一位後生讀者發現咗呢本書，或者係將來嘅讀者，佢必須要先想像出一個過去，然後再想像屬於嗰個過去嘅將來。就算係咁，呢本書嘅核心價值並唔會受到影響，而布萊伯利提出嘅質疑依然有根據，而且非常重要。點解我哋需要書本裡面嘅內容、詩詞、散文、古仔？每個作者各有唔同見解，作者係人，都係不可靠同埋蠢嘅。古仔畢竟係作出嚟嘅，講緊從未存在過嘅人，同埋從未發生喺佢哋身上嘅事。點解我哋要讀，又點解要在乎？講古仔嘅人同個古仔好唔同，我哋絕對唔可以忘記呢點。想法，尤其係寫低咗嘅想法，好特別。呢個係我哋傳遞古仔同思想嘅方法，從呢一代傳到下一代。如果我哋失去咗想法，就會失去共享嘅歷史，我哋會失去好多令我哋生而為人嘅特質。而作嘅古仔能夠培養我哋嘅同理心，令到我哋捐入其他人個腦入面，俾我哋從其他人對眼度窺探個世界。作嘅古仔係大話，講緊真實嘅樣，一次又一次。我識雷，布萊伯利一直到佢過身有30年啦，我實在非常好彩。佢好風趣有禮，而且成日都好有活力，就算喺佢晚年，老到幾乎睇唔到嘢，仲要坐輪椅行動，佢都依然係咁。佢好在乎一啲嘢，全心全意而且冇保留。佢在乎玩具、童年同電影，在乎書本，佢在乎古仔。呢本書講緊在乎嘢，係寫俾書本嘅情信，但我想都可以話係寫俾人嘅情信，寫俾192年代伊利諾州沃基根嗰個世界嘅情信，嗰度係雷。布萊伯利成長嘅世界，佢將呢個世界寫成咗鹿耳鎮，存在於記錄佢童年時光嘅蒲公英酒中，永垂不朽。正如一開始我所講嘅，如果有人話你知一個古仔講緊咩，佢可能講得啱。如果有人話你知星號所有星號古仔講緊咩，咁就一定係錯嘅。所以，我所話你知有關華氏451度嘅一切，話你知雷。布萊伯利呢本咁了不起嘅作品提出咩警告，都係唔完整嘅。書入面係講緊呢啲冇錯，但仲唔止係咁多，講緊你從字裏行間能夠發現到啲咩。最後講多句，呢啲日子以來，我哋總係擔心，辯論緊電子書究竟係唔係真正嘅書。我好鍾意雷。布萊伯利最後對書本嘅定義有幾闊，佢點醒咗我哋，唔應該只係憑封面去評斷書本嘅好壞。喺呢啲封面之間存在住一啲書，完全係人類嘅樣貌。2013年4月，尼爾·蓋曼係當代奇幻大師。如果佢哋俾畫咗線嘅紙你，就打橫寫啦。胡安·拉蒙·希門內斯1 Juan Ramón Jiménez